线上的朋友现场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吼，伫主日，咱这时阵咱要来敬拜上帝，咱开始一遍的披扬敬拜。咱要练习2首的诗歌，5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我会随着音乐152首吼。咱首先来读。我心大欢喜，我会随着吟诗吼。咱第一咱就来，咱先来读一个歌词吼，来。我心大欢喜，我会随着吟诗，感谢主上帝大仁义。日时恶乐，迷是我感谢，安尼服侍也无够也第二赞。我心所敬仰，我至好的牧者。羊群踮伫遐拢无惊，天水的草坡，你欢喜带我去，互我通甲你共欢喜来第3节。旷野大山坡，我有时行白路，这时我心情真艰苦，虽然对得来，敢看天天笑。也不祝福我通求来第4节。万民着亲近我的主，我的魂声音真好听，面温顺，天使甲世人共欢喜出声，学了我的主圣主名来第5节。我心所幸福大仁爱主耶稣。你听我，替我开活路，真理甲活命，只有你会想事，我欢喜感谢你，好来，咱最近来背诵，拢分享咱这个练习。来，我心大欢喜，我会随着吟诗。感谢主上帝大仁义，日时恶乐，你
52首吼，一段52首，我主听啊的声吼，来咱共阮做阵来念一个歌词吼，来做阵来，救主听堂的声，我着欢喜来听，你互我累吼来牺牲流血，救我罪人性命来。主，我来受你，我担受分你，用你所留的宝血，洗我罪恶清气。咱副歌小等着免念，互咱第三来。救主听人声音，我着克调心，担我罪责，受定实的，听我实在是真个三等来。救主叫我行分情。我着听他命令，在我软弱快谈使用，互我会得正性来第四站。救主叫我警醒，我着祈祷无停，着听人来求主的解解，直到今日天定。后来咱第一站开始，后来。你和我的心来回，救我。
咱同齐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。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落你至高的名。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，下昏时保养你的信息。会将起日用欢喜的心，开喙吟诗学落主上帝。圣诗5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，请吟全首。Thank you.
三角同心来学乐上帝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永永远远是阮的上帝。对你来讲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阮的一生亲像吐一个气，阮的年岁不过是70，若是勇行通到80。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，人生亲像在飞，一晚日久就过去。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阮的人心有智慧。求你透早招阮享受你的慈爱。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，上年的主日，阮欢喜来到伫主面前，我们唱歌、学乐、吟诗来感谢你的大请头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也有祝福伫咱春季、咱错季70年的白金婚，也有祝福伫林尚杰、DMBVN 50年的金婚。主啊，阮为着身体欠安，袂讲来到伫你的面前的兄弟来祈祷。阮求你怜悯，用慈爱看顾因，用你的权能来医治，互因会当早日恢复健康。张雪珍姊妹受主的敬重，求主你安慰因的遗族。我们为着前日高雄城中城的大火，丧失性命的人祈祷，求主你安慰遗族，医治受伤的人，互因得到顺利生活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。最近两岸局势紧张，阮深知主你掌管明日，阮确信你会牵阮行平坦的路途。求你互掌权的行公义，好人民心存谦卑，互这个世界会当得到和平。感谢主，阮伫前礼拜有顺序完成中级的改选，阮求你祝福，互中级会当同心为主做工，奉献教会来荣耀主你的圣名。阮求主祝福因早起传讲你信息的科牧师，讲出伊的经验，你的信息，互阮人领受你，阮知的道理，刻条伫阮的心内，做阮生活的准绳。当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你行，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日用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日子，就着阮决定了歹，因为我眼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好，也是请坐。叫咱做伙来念圣
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丢比了多犹太受苦，顶十字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打这全能的上帝的大名。伊要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我是圣神，我是圣，共同教会圣徒的上报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救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启用文我来启，日子外来应。我的心神你着阿乐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的上帝你是至大。你用尊严威严做衫来穿。你穿光棉亲像外衫，顶开天亲像丈。你伫水中安置你的路过也通圆。用云做伊的车，用风的心来行。你用风做伊的书架，用焰火做伊的车用。将地火伫伊的互伊永无忧喘。你用深烟亲像伊像夜坎地面。才会水淹过山岭。你一个话，水就紧紧走。你的一个人水就紧紧流。凊到山头，落到山谷。为伫你行脚的所在，你顶着界限，雨水袂会搬过。我倒转来夜探地面。耶和华，你所创造的怎样遮济？是你用智慧做成的，天地满你的福。我的神你着阿乐耶和华。你着阿乐耶和华。以上。请恭敬来听上帝的话。今日的圣经有记载伫两个所在，拢是新约的圣经。第一位马可福音第10章，咱对38节看到40节。若是耶稣甲因讲，恁所求的恁毋知，我所啉的杯恁会啉嘛？我所受的洗恁会洗嘛？因讲会。伊甲因讲，我所啉的杯，恁也啉伊；我所受的洗，恁也受伊。总是坐伫我的正边、倒边，毋是我会通互恁。独独为着什么人被办的，就互伊。搁一位的圣经是记载希伯来书第5章，咱对第7节。看到第9节，基督伫伊掂体的日，用出力后叫，搁流目屎献祈祷，恳求互迄个会救伊出死的，搁因为伊的敬虔得到听见，虽然做囝。也对所受这的苦难来学顺服，已经行做完全，就做凡顺服伊的，永远拯救的君王。愿上帝的话，成做咱的帮助甲开力。赞美，今仔日将你团契。要赞美的诗歌，是来到做以前，我在平日袂知影。
虽然我唔知明仔载会怎样，会做的事会引导，报的明条，总是我凊知主将还明仔载，伊牵我一路行头，感谢主，义理引带咱头前的路途。正道今日本堂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艰难中学习和顺服。感谢主上帝，互咱今仔日三甲组织，特别今仔日是旧历9月初9，咱讲重阳节。教会个今仔日是上年的主日，通过上年遮个长辈的三甲服侍。互咱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也有另外一款的一个学习，尤其是伫即个时阵，我先爱代替中会来做一项事，就是咱知影，咱踮咧台北中会有100间教会，即内面差不多有60几间，拢有上年团契。伫过去这个20-30年，每一摆拢会踮伫咧中央节前后，上年的大集合啊！咱有时踮咧过去定咧马街边，800-900人吼，安尼大家三甲斗阵来庆祝。毋过即2年，按旧年到今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安尼上年三甲斗阵。即上年规个中会，60几间教会的长辈兄弟姊妹三甲吟诗学乐庆祝。啊，佫有一项事，就是因为这上年团契因拢有交会费，咱古早吼，踮咧青年团契，踮咧一寡团契吼，咱有交会费。上年团契、姊妹团契吼，40年前、50年前，咱的教会团契有即款一个传统。台北中会上年部幼园同款，咱教会吼真侪兄弟姊妹参加幼园有即款一个传统。啊，过来中会特别会对伫结婚50周年的、结婚60周年、结婚70周年，踮伫咧中会来做一个表扬。吼，即款一世人3牵手，君地主的见证，会当成做咱真好的学习甲激励。啊，毋过即2年，因为伫咧中会无法度举行，所以咱的会长伫拜5、2天前去开部长会议，会长会议，会长会议的时阵，中会部长有拜托咱的会长，会出师母，甲即2个奖牌摕来咱教会，所以即个时阵，咱就要代替中会吼，毋是咱教会，是咱代替中会来将即个颁发，先是长节执事来，咱请恁夫妇2个来头前50周年叫做什么？结婚50周年，金婚所以咱摕即个金婚，咱来赠送这是台北中会请咱特别看到即个台北中会，佫有相片伫即个所在来，咱来徛头前遮，咱这边来看头前好，恭喜感谢主继续往前跑走安尼来，这个录来多谢。咱佫有一对，就是咱来讲简爸爸、简妈妈50周年叫金婚，60周年叫做70周年咧。嘿，拄咱看头前来简爸爸、简妈妈来轮椅放中央咱做阵，2个人斗阵70年有好算无？感谢主感谢主安尼牵手伫咱边安尼三甲斗阵，这有恁的相片白金婚纪念，结婚的时阵是1951年1月2日所以这个所在来简妈妈咱来做阵
容易哈，来平安来，咱看头前，哈，好，来，好，感谢主，来，好，这同款吼，可以甲放到顶。咱常常会踮咧结婚感恩礼拜中间，三甲互相学习一项叫做牵手三听一世人。这一世人偌久，咱唔知；两个人会当三甲牵手偌久，咱唔知。但是上帝互咱伫咧即款互相牵手夫妻的过程，经验上帝伊家己真实牵咱的手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怜悯的主，疼痛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踮伫阮人类中间设立婚姻、结婚家庭。虽然现代的家庭真多样性，但是阮会当夫妻翁仔某三牵手，这是上帝你特别的竞选甲祝福。阮今仔日真欢喜，看到长期14夫妇、简爸爸、简妈妈因伫过去50周年，还是70年的中间，得到主你极大的祝福。夫妻圣神亲自伫因的中间来带领，互因会当踮伫夫妻牵手的生活中间，成做互相真好的帮助。也通过主你家己的心意，互因翁仔某互相成全，搁较深来明白主，领受主你的疼。阮将因仰望交托伫主的圣手，恳求你一步一步引带，特别是中会所递情赠送这个牌，会当成做因极大的激励甲感谢。阮也恳求你祝福看顾，阮双年团契每一个，阮拢有主你亲自陪伴阮，互阮袂孤单、无惊吓，因为主耶稣你牵阮的手，献上阮的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真感谢今仔日伫咧双年主日，咱三甲参与，这原本是伫中会哈，踮咧中会啊双年部啊，踮马街边遐啊来举行。不过嘛，通过安尼，互咱会当对这长辈特别学习到一个信仰真重要的功课。踮伫基督教信仰咧讲一项，基督教信仰特别讲一项，你其他的宗教，你真罕咧看到即款的提醒，就是顺服的功课。顺服的功课，伫咱拄仔所读的圣经中间，互咱会当知影，踮咧教会中内面，咱有一寡三甲服侍的同伴。所以，伫2礼拜前，咱有选长老、选执事，伫昨昏照咱教会所备办的时刻，咱伫咧10月中有会长、单位的首长，三甲斗阵一个 retreat， 就是对无闲做工的中间退离开，啊，踮咧上帝话内面，搁一摆三甲学习建立共识。所以，咱特别也为着遮个长老、执事。也是这团契会长，伫咧咱长老教会叫做单位的首长。主理学是一个单位，少年团契是一个单位，咱双年团契嘛是一个单位。即做校长、会长，还是圣歌队队长等等，即做长的，咱踮咧教会称做首长哈。咱甲因安尼支持来祈祷，为着因的服侍献上咱的祈祷。所以特别今仔日是双年，咱看到咱双年，感谢主。今年虽然疫情，但是咱阁会记得无？4月23有参加请举手，然后伫疫情咧封锁游览车讲无用个坐40，敢若用个坐20个，甚至搁较少无用个出团的前3礼拜5月中都袂当斗阵出游啊，咱阁会当有一日双年团契三甲斗阵。今年其实虽然疫情的关系，咱嘛真精彩、真热烈。敬拜时阵有服侍有郊游，咱家己伫咧庆生会的时阵，比青年人、比囡仔安尼庆祝搁较热烈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记得。咱双年团契定定咧讲迄句话，我想嘛是兄弟姊妹大家三甲学习的，叫做接满满
色青翠，结实最最。每一丛树有个结树结，它的枝叶饱满，表示这个生命内面的灵性饱足。伊的色叶啊色青翠，所以咱这兄弟姊妹这长辈，咱常常讲吼，哇，因家己安尼色都较好势好势吼，真有精神，色青翠。通过因忠心伫上帝面前敬拜服侍，成做咱真侪兄弟姊妹的激励甲模范。因结的果子，就是咱才会看到因的见证，咱的生活。咱的学习嘛得到成长，所以咱感谢主，互咱教会有这阵常年咱的宝贝三夫妻，也互咱看到信仰的模范。今仔日的圣经，咱要看到一个真重要。伫个咱讲到，踮咧遮长辈身躯顶所学习到迄项顺服的功课，圣经今仔日安怎互咱提醒？咱今仔日看的马可福音，其实是这两个学生甲耶稣请求拜托的第二项事。你若看今仔日读的圣经，往前看，这两个遮尔好打吼，叫做雅各甲约翰这两个兄弟啊，倒一个是阿兄，倒一个小弟。圣经内面哦，福音书无写，但是《使徒行传》12章，你看会到。你若看和合本，台语的圣经是讲约翰的兄弟，但是你若看和合本圣经，这部分就写真清楚。所以这两兄弟一来找耶稣，见耶稣，是耶稣拄第3摆讲伊家己就要上十字架，面对苦难。这拄讲了呢，这两个吼就来找耶稣讲，因第一个请求是讲。望你成阮所求的啦，我要甲你拜托，要甲你请求的代志，你甲我成就，无讲啥的哦。敢若亲像囡仔找爸爸讲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你先答应我，我再告诉你。捌听过这款对话无？对不？你先答应我，我再甲你讲什么代志。吼，什么人敢答应？但是吼，足侪这做爸母的吼，做阿公阿嬷的，拢好啦，你讲，你有安尼回答无？你都唔知伊咧去求啥的，但是只做阿公阿嬷的爸母的迄款疼吼，拢讲你讲什么代志，你就是要望伊紧讲，若无伊就讲你答应我才说，哪有这款对话？有啊，就伫迄款真特别，用生命3对话连接的中间，这款关系再走一项出来。若无你踮咧契约，踮咧做生意，踮咧一般的世间。代志写清楚，条约写清楚，才有确认，才有答应啊！毋是，你注意看圣经，你家己并往前看。今仔日咱看的马可往前看，竟然这两个学生甲耶稣提出的第一项事是讲，请你答应阮所求的。好，耶稣讲恁要求啥？意思讲恁讲吧，吼。第二项就是今仔日咱所讲，伫你的荧光内面。互阮一个右丞相，一个左丞相，一个坐正边，一个坐倒边，这是伊求的第二项哦。吼，但是咱焦点常常放在这第二项，意思就干怎？互阮会当成做一个领袖，毋但干那互你竞选这12个使徒，成做正人的领袖，阮阁望吼，伫这12个中间吼，阮成做班长甲副班长，迄个比定吼，你莫插哩，吼。阮这两个兄弟啊，忠心对你，一个做班长，一个副班长，一个坐正边，一个坐倒边。咱看到这款的对话，教会中间需要领袖，咱前2礼拜有讲，这领袖甲一般社团公司的经理无共款。这个领袖是领受一个职分，扮演一个角色。伫咱的社会中间有真侪这款的。角色甲职分，不管你做经理，还是做老爸老母，嘛是一个角色。这个角色会促成你更较认真扮演好这个角色，尽这个职分的责任。所以教会中间，咱就讲少年团契会长、主流校长啊、小组长、团契会长，
长老、执事者拢是教会领袖，因有一项真要紧的，既然做领袖，就必须要伫真理、伫上帝话顶头，搁较用心。信仰袂用个停留在食恁的阶段，都会当家己食饭，会当消化吸收，甚至会当引带人。啊，这就是伫个即个积分顶头真重啦。生活中间料理遮个团契代志啦，还是教会事工，因会当行事为人，正做兄弟姊妹的模范。啊，这是一个积分嘛，交托互你的积分。但是咧，咱要记住，这教会领袖，包括会长、长老、执事，甚至包括传道、包括牧师我，拢是人，有缘是人，伫本质顶头，甲咱拢共款，咱拢是软弱、有限的人，拢是一款。伫个圣经中间讲是会犯罪的人，咱绝对是会犯罪的人。虽然咱逐工领受真理，咱也不是人。所以这两项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挑战。你看起来外表看起来，敢若像一个会长、一个神父、一个牧师，好真，那些角是真要紧。但是你若看到后壁迄个乌影所写，嘛是会讲白贼，嘛是有当时啊会互误会，还是做软弱的事。你看后壁遐会贪心，同款迄个本质，人人性的本质有一寡欲望。这两项。咱需要特别为这教会领袖祈祷，为传道、为牧师祈祷，为长老、执事祈祷，因为因中心伫积分顶头，但是伫本质顶头，伫这本质本性，也佫是一个软弱、有限的人，需要大家做阵大祷。但是咱常常这两项会难斗阵，咱分袂清，无法度甲分开。做这事哪安尼？走出来，因为咱常常袂记得伊伫本质顶头的软弱。像这牧师以前读册的时阵，拢会互人提醒一个故事，咱捌分享过。啊，迄个时阵读新人的时阵，拢会互老师提醒，这项事爱注意。踮咧讲台讲道，牧师讲道了，足到了，有一天一个教会吼足古早，啊礼拜三的时阵。牧师的太太忽然间徛起来，比台仔顶的牧师讲：“请你踮咧讲台顶，唔通来，你唔通来安尼吼。”为什么？咱所有拢惊一个，因为足到了上映了，牧师应该爱去门口去甲人再见啊、请安。啊，哪叫牧师踮咧台仔顶唔通来？这牧师的太太讲哦：“你踮咧台仔顶哦，实在足好诶，足神圣诶。但是你若落来转来厝诶吼。”囡仔就生惨，我就害啊！你讲你哪来？啊，这个同款，毋是干那牧师传道，有当时咱连长老、执事、会长，也是讲咱踮咧外口做一个公司的经理，同款有这款的一个两项，咱定定个难斗阵。牧师也是会长，也是长老、执事，都应该较神圣，伊积分顶头中心，所以。带领伊嘛，尽力伫真理、甲上帝话语亲近，这会帮助伊生活有一个见证。但是这毋是绝对的，毋是绝对的，因为人啊，佫是本质上佫是有限软弱的人，所以咱为祈祷的时阵，咱毋通甲这两个甲夹斗阵，哈！爱知影，都是因为有这款的软弱，咱才需要祈祷。圣经中间常常提醒咱。哥林多后书11章29节，咱用华语做阵来读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了。大家拢软弱软正，我嘛软弱软正。这保罗讲的啊，保罗讲的，迄毋若干那甲哥林多教会安尼讲，伊伫甲罗马的教会嘛，讲到伊内面家己有真大的软弱。毋过，你若看后壁这两段，好来读来。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你们自己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。意思就讲吼，从未懒散过，无清清菜菜。
伊咧讲着两项，一项本质上软弱，甲大家共款。恁软弱，什么人软弱？我无软弱，大家拢软弱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因为领受使徒这个职分，我忠心学习基督，恁就学习这款的精神。所以这两项无冲突，是咧各一摆提醒咱。咱看到这会长、长老执事，还是兄弟姊妹，你家己本身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伫你的家庭，你嘛领受一个职分。迄个职分，你尽忠尽力，诚做水的见证。毋过，咱的有限软弱，咱要仰望主来帮咱，互相扶持带导，需要互相扶持带导提醒。对伫安尼，咱就会当看到这两个兄弟啊，为什么讲出来这个请求啊？因就是甲这两项放斗阵，阮军队里，阮变做无共款的人啊。袂记得讲是伫积分顶头领受使徒，但是煞袂记得讲内面还佫是原来的我，还佫是旧的我，有限的我伫我中间。所以咱再看到讲，这两个兄弟来甲耶稣面前对讲，伫你的眼光内面，互阮一个正评，一个倒评，对人世间的眼光来看到属灵宗教礼仪的意义。所以这两个兄弟所提出的，真明显。就是对地面运作的角度，再有正评、倒评、右丞相、左丞相，对地面上这款的来了解主耶稣咧讲的上帝国。这有咱是啊，咱嘛咧学习这个功课，要安怎超越地面上的了解，对耶稣的角度来看伊甲咱讲的，这敢若亲像安怎？所以咱看到主耶稣安怎甲回答，对无？我所啉的杯，恁减会啉嘛？我所受的水，恁减会水。伫耶稣这个时代前，咱能知影因办祭祭的时阵，伫咱教会嘛捌学习咧讲，办祭祭就是伫咧3400年前咧纪念以色列因出埃及的时阵，因开始有的一个宗教礼仪。迄个宗教礼仪办祭祭的时阵，有啉4杯，4个杯，各会记得无？这4个杯的意义代表啥？第一个杯食饭前啉，代表上帝伊带阮，因带阮出来。因带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，敢若像咱受分别，甲这个世间受分别，分别做啥？做圣。第一个杯纪念上帝和以色列百姓分别；第二个杯纪念安怎？纪念互伊原底是奴隶得到拯救，诚做自由。第二杯，诚得到拯救的杯，原来受束缚，互一寡代志的脾气、个性、兴趣，还是一寡嗜好上瘾了，甲我绑掉的。第二个杯是上帝甲我救出来，原底奴隶就是互绑掉的嘛。所以第二杯安尼，第二杯啉了，因才食饭。食了后，搁两个杯，第三个杯是赎回啊！当我互救出来，我搁欠一大堆啊！我家己承袂起，对无？得罪人的，甲人从无好势，哇！这实在就歹处理，我家己就承袂起。耶稣基督拯救赎回，迄个时阵当然讲上帝拯救，甲咱赎回，互咱清啊，性命会当定。先开始第三杯、第四杯，因咧。啉的，就是咱看到旧约定定先知讲耶和华上帝讲，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恁要做我的百姓，对，诚做伊的囝儿，诚做伊的百姓，这是得到接纳，伫上帝嘅这4个杯会记啊。所以对伫学生来想，这当然是恩典的杯啊。对学生来想，当然是诗篇23篇第50讲迄个杯。诗篇23篇第50讲，伫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，毋敢若办切草哦，佮用油抹伫我的头壳顶，迄是尊贵，互我的杯满出来，福气的杯。因想到绝对是这个福杯满溢嘛，被分别为圣，被拯救出来得自由。而且被赎回了，什么所欠的一笔勾销，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
这个就是福杯满溢啊！这两个学生当然讲，你要啉的，阮会当啉嘛。但是伊唔知影耶稣咧甲讲的是到底是福气的杯，还是你通过实力嘅苦杯，再当经验到这个超越性福气的杯？耶稣咧讲的是这个实力嘅杯，这个实力嘅杯再当互拯救、赎回、受接纳、得到完成。耶稣咧讲的水，咱知影古早迄阵啊，水咧就是浸的水才阁起来，浸的水代表敢若洗一摆共款。迄个会互足侪咱的人生的过程，真侪时阵感觉强强要死去共款。做较流汗，互人嫌较流汗，人配喙烂就甲你淹死哦，捌听过安尼吼？万分责备、生气，哦，足侪安尼，创到咱即个人强强。耶稣就是安尼受鞭拍到上尾，上实力嘅。耶稣甲学生讲即个恁敢会当水？即个泪水泪是咧指即个哦，毋是敢若是一个记号，毋是地面上宗教一个礼仪安尼去看安尼。所以对安尼，咱会当倒转来今仔日咱伫艰难中学习顺服，顺服对咱有甚物意义？咱即首诗歌常常讲，无实力嘅就无免流，无实力嘅就无免流。上帝国的标准就是用实力嘅，哈，用即个受苦的杯，佮阳光的杯，用即个实力嘅来做一个标准。啊，第一标准的意思是讲，来个遮一翻两瞪眼，咱就照即个安尼进入上帝的国度中间。所以这两个兄弟。雅各、约翰伫本质顶头虽然是软弱，有人世界的欲望嘛，想要做大。毋过，咱会当看到因经过耶稣基督这个苦杯的锻炼，因得到真实的福气的杯，也经过这个洗礼，因伫所领受的积分、温度、使徒顶头，忠心到底。军队因的主，倒边即个像是彩绘玻璃，就是使徒行传12章的记载。雅各是12个使徒第一个宣教，希律派人甲斩头，12个第一个宣教的是雅各。所以，咱伫12章以后所看到雅各，到使徒行传15章一般，咱相信迄是耶稣的小弟雅各，咱叫小雅各。这个大雅各伊是受斩头啊，所以你看这无几年啊，耶稣上天了后，福音传出来，这几年来呢，第一个宣教，伊的小弟约翰，比这个加活，若要照咱的时间来看，至少加活40年以上，咱定定称伊叫做老约翰。伊踮伫以弗所，即马伫以弗所遐，佫有一个纪念牌，写讲神长待伫遮，这是伊的梦。咱看下骹迄块大理石碑，就是写安尼。两个兄弟离开世间的时间差遐长，但是因拢忠心到底，因拢顺服伫艰难中到底。壮烈牺牲成人比较轻松，还是坚持忍痛坚持到底？都一项较好，都一项较好做。两项拢有两款无共学习的功课，但是这对兄弟因忠心到落尾，所以嘛是因为安尼，因来见证拄啊咱所读第2段的圣经，希伯来人书第5章第80、第90。咱为什么知？咱伫艰难中学习顺服的功课，会当互咱得到永远的得救。因为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安尼，上帝囝，亲像腓立比人书第2章讲的，但是伊伫咱的中间，经过苦难，真实来顺服，毋那敢若顺服个实的过程，所以伊得到完全。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，互咱。嘛，共款顺探伊、军队伊的人，咱嘛要得到这款的拯救。所以老师有一款讲法，伊讲人大家拢爱学习，
大家学习的方法拢无共，受苦是较好接受的方法。咱拢想讲吼，学习要轻松学习、快乐学习吼。即马真侪3年的学生的父母，拢踮咧问什么叫做108课纲？小学3年、国中3年、高中3年，这学生过落去的这一代，这因拢咧面对108课纲。啊，你若无听到108课纲，表示恁兜大家无这即款的囡仔吼。啊，哇！因大家拢咧问讲108课纲到底是安怎？换一款的学习的方法，但是受苦这款方法，一般的人较无爱去学习，无爱多接受。不管是内在操练，还是外在受苦，但是伊的帮助真大。捌听过咱讲到一个高中的老师，数学老师，伊真是用一学期做实验。啊，伊一个数学老师，工时阵拢都爱教4班，因为一班一学期，一礼拜3节嘛，所以都爱教12节，教4班。伊用一班做实验，一节才50分钟啊尔。一开始20分钟，带学生去操场慢跑。啊，你走袂叮当，你用行袂要紧。20分钟不止遐久哦，都算行，你嘛爱行不止遐久。啊，会走就慢慢走。好，20分钟了，倒转来教室了。这个老师则甲今仔日的进度照讲，伊一点仔都无减了，照讲。用一学期的一个实验，这班数学的进步比其他3班，伊50分钟踮咧教室讲课讲了，问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过来解答你问题。结果这班进步的比其他3班搁较大。伊用这个报告甲校长讲，校长哦，足好诶，咱来实验看卖，还是来推动看卖。要啊，什么人反对？毋是学生反对，家长会反对。阮囝去学英文，去学数学，毋是要去上体育课啦。受苦的方法较好伫互人接纳，包括即款外在学习，何况是内在信仰。所以有一个诗人安尼讲：，咱伫受苦中间所学到的，通过诗歌来传达、来教导人。今仔日双年团契伫献诗学落的第一首歌，对不？咱唱到主的面前，唱出欢喜的歌，毋单单用嘴唱，阁用咱的性命、咱的一生，亲像一首诗歌共款。一生亲像一首诗歌，通过你这首诗歌，真正要教人用诗歌，用你受苦的，但是是欢喜的诗歌来教人。咱袂阁讲，我食价盐比你食价米较济，啊，阮以前嘛安尼，小啉奶一个。即马阿公阿嬷爸母毋敢安尼讲啊，嘛袂安尼讲，对不？咱要用咱行的路，我靠耶稣基督会救阮即款伫艰难中学习的顺服，特别是顺服。你吟出来诗歌，你显明出来，也一生的脚步见证，要成做别人真好的教导。这是顺服所带来同奇妙的效果。你去经验这项，这嘛是艰难中学习顺服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互咱看到啊，伊本身真侪这款的模范。所以伫咧这款疫情的中间，咱等下去读到这段的经文，罗马书第5章第5节，安尼讲来，也毋望无地到见效，因为上帝会听对所想属咱的圣神来灌压咱的心。我们有盼望，借着耶稣基督有盼望，这个盼望不会落空，不至于羞耻，不会落空，因为上帝的爱，奇妙的爱，千古不变的爱，借着圣灵，好像浇花一样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咱拜礼的园艺课，踮咧后壁遮有咧做一个园艺的物件，啊，所以逐工轮流讲爱来压水。啊，即摆吼，咱干事人看，今仔有人袂记来，就紧来压。为虾米？一工无压水哦，伊会晓得。啊，你甲压水落去吼，毋免半点钟，真正就安尼哦，吼，真正就安尼。你若迄工早起袂记压，到要暗啊，菜叶啊安尼啊，水是压落去吼，
超过半点钟，泰德讲牧师大概半个钟头，他就又恢复生机了。咱的属灵性命嘛，同款。上帝听，通过圣神来润德灌入伫咱，互咱伫艰难中所学习的顺服，会当成做极其水的诗歌，极水的见证。所以，咱最近所要来吟的这首诗歌，互咱知影，咱听到救主听堂的声，就要成做咱极大的激励。因为主的牺牲，互咱得到成全。咱最近来吟152首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这款救赎的恩典极其奥妙。但是每一摆，我来亲近你来敬拜时阵，就要搁较深领受正做上帝囝儿的丰富甲恩典。恳求主继续帮助我，特别伫大环境挑战遮尔大，伫艰难的中间。我用顺服的心、顺服的眼光，看到这一切，就拢无共款到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。
请咱先开周报第一面，咱来念即礼拜金句。即礼拜金句记载伫罗马人书第5章第5节。但毋望无底到见效，因为上帝听对所赏赐咱的圣神来管压咱的心，咱做伙念两摆。罗马书5章5节，也毋望无底到见效，因为上帝会听对所赏赐咱的圣神来管压咱的心。罗马书5章5节，也毋望无底到见效。因为上帝会听对所赏赐咱的圣神来管压咱的心。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姐。头一位，我慧芬姊妹，请你你后壁吼。伊带孙仔来主日学吼，伊带伫花生节这52号，咱欢迎伊常常来咱的教会，甲咱做伙敬拜。第二位是一个张以新，来这是张德林牧师的查某囝吼，欢迎伊，欢迎伊。毋知还阁有新的朋友来咱的中间，互阮甲恁欢迎无？若无，咱来关心教会的圣工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。后半年学的班伫10月24号开课，请要洗礼还是上课的兄弟向办公室报名。12月19号要举行圣礼典。10月29至31号是培灵会，邀请赖洪专牧师前来本会培灵讲道。今年咱会向教会公报社订圣诞糕，请要买的兄弟至交代德来登记，11月14号为止。台湾圣经公会伫年底出版现代台语译本和罗版圣经，请要买的兄弟至教育馆1楼还是办公室登记，10月31号进前有早鸟价。熊年团契营总健康课程伫10月18号上课，以下是课程的内容，欢迎参加。今日下晡1点，爱家团契举办圣经研习课程，欢迎大家做伙参与。10月24号下晡1点，爱家团契邀请洛芬美教授来本会分享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10月24号早起10点半，青年少年团契联合聚会，邀请洛芬美教授分享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张雪珍姊妹伫10月初2安歇主怀，10月22号早起10点，伫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，求上帝安慰家族。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甲医治。补足报告吼，乡里团契的兄姐聚会煞，请老婆咱要去迄落团体走吼。讲道时间请牧师。除了咱拄仔所听到教会遮侪事工，尤其是特别昨昏咱事工研讨会了后，大家所形成的共识甲方向。这以外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家己个人甲上帝关系。也是你有特别的恩主祈祷的家庭所做工，也是所面对的功课挑战。咱这时请起立，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，来摆列咱的祈祷。现在主上帝欢迎感谢你，和我们当对天高
领受你对天顶来所享受达款的恩典甲福气，尤其是互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虽然有侪无同的角色积分，但是伫每一个生命的阶段，你拢互阮会当得到前透早的困难所学习的功课。但是阮是有限软弱的，主圣神啊，你继续来帮助阮，互阮伫每一日中间领受你对顶面所管压上帝的疼，互阮搁较亲近主，无论是伫阮的工作、家庭、生活、学生的功课，还是阮的职场伫社区的见证，阮会当倚靠主你，就算伫艰难中间，通过学习耶稣基督的顺服，阮的性命成做一首会当分享予人、教导人、见证主的疼的一首诗歌。愿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上营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上营说，请牧师祝祷。天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相通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甲地地，对即时直到主国来，阿门。请坐。